观众朋友，大家午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1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高雄的消息。昨下晡讲，伫咧前镇翠兴北路一直有闻到怪味，结果发现是华运仓库公司的石化管线内底有一起疑似这种化学气体，而且浓度非常高。就今日发生6当前气体爆炸意外，市政府是赶紧疏散附近的居民。但高雄市长陈其迈是3摆行脚到去现场指挥，昨暝11点外已经把管线内底的气体全部烧了，拜一会启动专案小组来查明漏泄的原因。高雄社会局务障碍之家11暗紧急疏散，因为前镇区下昼传出不明气体外漏，经销告场警戒监测，初步检测气体含有疑似的成分，所以疏散附近的民众。当地里长讲，因为附近捌发生过气爆，所以伫破洞时就真注意。就因为我们这边20几年前有气爆过嘛，振兴桥那边，所以我们也是会怕，所以有一些风吹草动，我们就往上报。你讲的啊，你我无法度知影，我准是要问看你有人命有没有生命财产安全安尼尔，你会当保证无？这把有把握，有把握啦吼。人若疑似吸过量可能会分气，若是漏出气体伤多，也可能发生气爆，所以民众真担心。涂骹的管线是自前镇一直带到林园，差不多22公里长。不过，即马传出气体外漏，竟且封路750公尺。外漏的气体是来自化源仓毒。高雄市长陈其迈3遍到场，要求把管线内气体烧光排空。华运一样是属于诉讼端，但是这些管线的一个维护状况是其他就是我们诉讼的下游业者他们所拥有。包括维护保养的一个情况，我也要求说，这个林副市长组成专栏小组，要求说华运公司在星期一必须提出正式的报告说明说到底是哪里这个管线有这个漏洞。代志伫暗时11点外确定完全安全，才宣布解除危机。陈其迈要求华运公司伫上短时间内交还整个报告书，后日8日会启动专案小组全面抓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关心天气，受到风面的影响，今日明仔天气比较较不稳定，咱做伙来看云图。今日方面会通过台湾北部、东北部、平湖、金门、马祖这些所在会落低阵雨含雷公雨，其他地区呢拢是侪云，过到过可能会落一阵的雨，天气较袂遐烧热，温度差不多会降2度。那即马日本南方的海面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咁会正做是今年第11号风台红霞咧。气象局讲，这2天会是关键，现此时伊是惊对日本迄边去，暂时对台湾无虾米影响。再来，咱来关心最近国家翠暗队生产的翠暗难着中国货。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昨是说明讲，对9月17开始，台湾做的平民医疗翠暗顶悬拢着爱印英语字 MD， 表示是医疗用，而且嘛爱印Made in台湾的钢印才会使出货。最近国内连续查到有翠暗国家队的厂商用中国做的翠暗，假作是台湾做的医用翠暗，影响到台湾人对是名这翠暗的信心。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下晡临时出席疫情记者会，亲身出面来向民众发声。从9月17日开始，所有国产的平民医用翠暗，特别拢爱当钢印才会当卖，希望民众会当放心。在实名制这个经过我们这样在整理过，有钢印，大家应该可以放心；在市场有钢印，大家也可以放心。陈时中表示，食药署推出强制标示的规定，包括平民医用翠暗必须要做回等 MD 甲 Made in 台湾等等的钢印，标示爱离边1.5公分，而且字体悬度袂当比0.4公分更较细。针对这个代志，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若是钢印的方式有效，加一个保障嘛是真好的方法。但是烦恼劳工会有过劳的问题，会加强劳检，确保劳工权益。过程怎么样做到细腻跟到位，也确保劳工团体的工时不能过长。我们新北市也会在劳工检查这方面
不断的持续加强。但是中强调讲，更严的机器是政府制造的，未来要求买生命剂试验，一定会有2种更严，提供予民众来入办。要求无卖了的会进行回收，超商遗购的部分会当办一期才去领。若是市面上自由买无更严的合格医疗试验，会当继续卖到12月16为止。到12月17，所有无标示的病密医用试验全部拢爱回收，若无上当会当处罚200万。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查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先来看《中国时报》。受疫情影响，自本要进口的蒜头，即马调伫咧海关无法度入来台湾，致使国内蒜头的价销大起，来到10公斤333块4折元。但婚林好买，昨有掠到一个恶意囤货、乌白化价销4厘的大盘，一吨的蒜头量就有150吨遮多。来看《联合报》，新台票的汇率盘中已经小算4天，拢无甲29块3收调咧。昨中央银行是真罕见，祭出限制卖出的禁令，要求所有外汇的交易员卖美金这部分，高一笔袂使超过500万美金，是希望讲会使阻止新台票继续落价。再来看《自由时报》，最近总统府前发言人丁英江的买台去互夜出来，即马监察委员纪惠容和王礼玉认为，丁英江的行为无检点，损害公务人员和政府机关的形象，申请主动调查。但纪惠容表示讲，若有必要的时，伊会请当局来厘清整个代志。再来，咱来关心疫情，国内昨增加2个对菲律宾回来带病入境的武汉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个是菲律宾籍有新的富人人，伊是伫咧居家检疫的期间，常常腹肚痛，甲囡仔生落来了后，第3摆采检才去检出是阳性，即马母囝拢平安。毋过，这个拄出生的红孩仔，敢有去喂到武汉肺炎病毒咧？上近今日采检的结果就会出来。国内阁新增加2例武汉肺炎菲律宾境外移入的病例，第497例是菲律宾籍30外岁女性，8月29甲去年的人做伙伫菲律宾经过香港转机来台湾探亲，出外的前3天检验的结果是阴性，8月30入境的时阵嘛无症状，采检嘛是阴性，所以伫咧集中检疫时阵紧急生产。伫咧生囝前，病院阁一个采检才确诊，正做国内头一个感染的产妇，目前母仔囝拢无代志。红孩仔性命定上嘛真稳定，红来做国内年岁上细汉的居家隔离者，会阁采检。怕这个在羊水里面是不是会吸入，然后造成这个感染，所以我们当然今天会做检验。指挥中心表示，过去捌伫咧水皮、胃等等的所在发现新冠病毒，无仔囝感染的几率是3%，虽然无悬，毋过确实国外有出现相关的案例。好加在3房的医护人员拢有做防护，所以无医护人员需要居家隔离。若是另外一个新增加的病例，第498例是台湾籍60外岁男性，今年1月份去菲律宾做工课，7月份伫咧当地捌发烧确诊，8月初8出院，9月初9入境的时阵安排采检，各一个确诊是阳性。在台湾，我想会感染几率真的是很低了，尤其是他一进来之后就到了这个集中检疫所。对，那他除了他的另外的一个小孩之外，他也不会接触到其他的人。曾仁雄表示，敢是第2届感染新冠肺炎，目前还佫无法度证实，除非甲个案进前伫咧菲律宾确诊的病毒来培养，用2个来进行比对。毋过个案2个月以来佫一届确诊，嘛无排除讲是进前喂着的时阵所流入来病毒。若是第497例新生儿采检结果，预计12中昼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即阵当地的国家，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2800万例，91万人死亡。咱做伙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昨又搁增加2个确诊的个案，即阵计共498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4900多例，日本超过74000例。即马全世界已经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663万例，印度超过456万，巴西超过423万。伫咧欧洲这边，西班牙超过57万例，英国超过36万例，法国是超过40万例。
欧洲的疫情若像压未落来，法国伫咧当地时间9月11日，一天确诊的人数就要逾9000人。法国政府即马是注心伫咧讨论新的防疫措施。那伫咧西班牙，即马是发现有一间小学啊，有几来老师拢去挖到 COVID-19， 学校是紧情停课。那新加坡这边，新加坡航空即阵因为无法度抵挡疫情造成的损失，已经甲4000多人的员工拢是头路。过去这一2礼拜，法国病医愈来愈无用，医护人员发现3月到5月期间的疫情高峰，敢若搁再出现，加护病房使用率增加，尽管无达到4月时的高峰，不过已经开始缓和了。Et on a depuis quelques semaines maintenant la réapparition de ces cas, alors qui réapparaissent maintenant en nombre un petit peu plus important. On a quand même encore des capacités. 法国车站通报，过去24小时一天新增加确诊9843例，是疫情爆发以来上悬的纪录，超过38000人死亡，是全球第7。当局讨论搁再实行封锁做法，总统马克宏希望新做法袂伤过严厉。En permettant de continuer à vivre, c'est-à-dire d'éduquer nos enfants, de soigner les autres pathologies, de protéger les autres patients, et d'avoir aussi une v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qui d'ailleurs nous permet ensuite de nous payer la 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一间小学关起来，也是改革开学了后头一间，因为几来老师检查出阳性。Yo creo que lo podremos observar probablemente a partir de la semana que viene. Ha habido, como saben, fechas diferentes de entrada al colegio en las diferente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En algunas se ha producido de manera escalonada, en una semana, 2 semanas. 新加坡航空车站宣布裁员20%，相当4300个职缺，是新航有史以来裁员人数上多的纪录。3月时已经暂停招募新人，有亏外补，并且以员工提早退休、自愿离职这无工方式，削减1900个职位。受疫情影响，航运量大减，6月整体载客量破了99.3%。离全球第3大的感染国巴西，确诊总计420万例，将近13万人死亡。官员对疫苗抱着真大希望。北京科兴升机对巴西圣保罗州受试者第3阶段临床实验顺利，预计2021年初列入全国疫苗注射计划。伫这进前，巴西甲英国、俄罗斯拢签约采购，不过英国牛津大学甲药厂阿斯特捷利康在临床实验最后阶段已经暂停，因为一个病人出现不良反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看美国这边，今年是美国911恐怖攻击事件19周年。受到 COVID-19 疫情影响，这阵有的所在是取消纪念仪式，有的是缩小规模办理。对画面顶咧，使看到美国总统 Trump 和第一夫人梅兰妮，伊是坐伫飞行机顶头，伫咧空中要替2001年因为911事件不幸过身的3000多人致哀。副总统潘斯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因是去世无常态的位置参加归追悼的仪式，现场的气氛会使讲是真严肃。再来，咱来关心生活方面的消息。说落来，就是中秋和双十节连假，即阵为着要避免国道搁塞车，除了有分流的措施，交通部长林佳龙是搁宣布讲，民众若是坐客运用租车的客约去拍车票，这车票钱上最会使省200块。车塞真长，看无真棒，警方赶紧进行疏导，希望会使互交通恢复顺畅。今年的5日节连续假期，国内各个景点拢来了真侪游客。国道5号更加是连续塞了32点钟，民众是一堆怨言。为了避免相关情况伫中秋连假搁再出现，交通部除了提出匝道预控、高承载加国道夜间免收费这相关政策，部长林佳龙搁再增加推出优惠的新做法，要来鼓励民众坐大众运输工具。好，包括票价优惠、转乘优惠，还有到达这个目的地的这个车站，可以呢，在地有缴，好做到无缝接轨。以台北到宜兰花莲来讲，至少可以省半小时以上的时间。就惊所有车拢开上国道，交通部即摆甲宜兰花莲总共29间的租车业者合作，民众即要坐台北花莲、台北宜兰的客运到当地租汽机车，回程摕到租车证明，机车用退100块，汽车200块，租车也优惠，上限拍到5节。公路总局预估，即摆客运部分中秋连假东部预估应吸引34万人次坐车。年轻人应该比较会选择搭客运，但是我家庭感觉还是会自己开车。要玩几天那种，可能就是附近地点玩一下，就是开车的话比较方便。但是如果直接要去一个地方当天来回的话，就客运就好。
离原定实施到10月底，安心旅游、国内旅游补助即阵传出经费无够，计划可能提前划停。为少民众烦恼，中秋甲国庆西旅游的计划被影响到。对此，林佳良也讲，即摆立法院通过纾困3.0的预算，将搁再补助到10月底。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一直拢无风台扫入来台湾，各地水库水位是继续直咧减，特别是在北部地区上大的水库翡翠水库，即阵欠水量剩一半较低，石门水库也剩4成外的水。水利署即马就讲，根据气象局未来3个月的天气预测，讲这雨水会增高，强调伫咧11月之前，民生用水暂时袂有问题。9月份到达也阁无啥落雨，北部地区上大水库翡翠水库是9警报，对应过有效欠水量9成，感觉干那剩5成，水位149.6公尺，嘛创今年上低水位的纪录。翡翠水库的那个降雨量啊，大概只有历年的一半。未来3个月的气象预报资料去评估啊，那到11月啊，我们水库那个供水还是无虞东北季风来的时候，大概11、12月的时候，也是我们重要的可观的净流量啊。那翡翠水库有效欠水量9警报，石门水库的水位嘛落真济，有效欠水量已经无5成，来到4成7，创这几年以来9月份上低纪录，水位230公尺，强要保袂掉。另外，供应德科的新德保级水库有效欠水量嘛落超过7成，干那剩6成8。由翡翠水库支援板新地区的水量，从去年我们大概最高可以到达每天63万吨，目前正在逐步的提升，希望达到每天72万吨以上的用水。石门水库的水就能够有余裕来供应桃园地区，甚至支援这个新竹地区的用水。水利署表示，顶礼拜捌利用方便的时阵，伫咧石门、宝二、永和山并伫顶顶的水库实施人工增加雨量的作业，尽量增加水库的欠水量。毋过洪水期落雨的状况无好，水量一直无法度有效增加，可能会冲击到万东。另外，德科半导体甲工地业用水的需求量较大，若是阁无落雨，到时阵打水期来啊，若工业用水无够，民生用水嘛互人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来，咱来看台北地检署侦办入轨收人污洗案件，涉嫌污洗入轨太平洋流通前董事长李兴良，去向法院裁定收押禁见。李兴良前几天是申请拒保停押，法院裁定1000万交保。李兴良已经全部认罪，伊无篡供别证的记录。伊讲伊家己是破病，需要赶紧动手术，才会向法院申请拒保停押。但即马法院裁定1000万交保，而且也限制伊居住，袂使互伊出境或者是出海。前几天讲一个高雄的少女失踪几多天，结果发现是去互禁伫咧新竹的一间套房内底。即马检警单位是发现讲，这个4楼的嫌犯和伊的太太甲2个朋友根本是斗相好的，毋但做伙犯案，而且佫消灭证据。伫咧10的暗时，法院申请羁押核准。即马这个检调单位根据影像，怀疑佫有其他少女受害，无歹毒因就是犯罪集团。你做了什么事情？我对不起我妈。解构一下好不好？各位侧翼伫咧警方的介护之下，涉嫌诱拐少女细路的主嫌，甲细路和细王的2个朋友做伙互押去警局侦讯。毋过第一时间，细路主嫌的太太甲朋友3个人拢去互检方无保退回。毋过嘛，因为3个人的口径颠颠倒倒，互检方怀疑3个人拢有参加拐骗少女，才在暗时阁向法院申请扣押禁见核准。主任被告3人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或有讨论如何湮灭证据，或有删除被害人手机讯息、丢弃被害人手机之行为，有事实主任有湮灭证据之余。检方小连续还原细路主嫌等等4个人因手机对话记录，所发现甲小女藏起来所在，3人早就知影，而且佫做伙暗砍。细路的主嫌因太太甲细王的被告，除了斗相共提供食食以外，嘛照细路的主嫌的指示拐骗警方。若是细路的被告收3000块，甲细路的主嫌甲小女手机内底对话抬掉，而且提起单。另外，主嫌的太太向警局骗讲因翁失踪，佫加一个罪名。把他先生就藏在夹层，那再去谎报他先生已经失踪，所以谎报失踪的部分是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那他先生藏的那部分是藏匿人犯罪。他们应该是大面积的去做这些事啊，不可能只单纯一个，然后为了一个这样子慢慢用，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应该就是集团式的办案。
起藏人的房间，佮用心计较来拐骗。若是被害少女的爸爸怀疑，因是有计划性的犯罪集团。团公检方嘛都查考相关资料，发现其他的影像，无排除讲佮有其他的少女受害，会来做后一波的调查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脑国际这间公司，伫咧今年5月份发生企业工会理事长去访视头路的风波，落尾变做是向劳动部申请不当劳动行为的裁决。昨昏劳动部是裁决会进行最后一摆询问的定数，真侪工会代表也去劳动部发声，希望劳动部着爱公正，互争取权益的工会干部袂去受到资方的打压。这一次今天的裁决。能还我一个公道，让我回去公司上班。对今年5月访视头路到即阵已经过了120天，前新老工会理事长陈正国伫公司做了15年，本来一路安稳的工作，却是在担任工会干部了后，一切拢变掉了。感觉公司就是在压榨，有一些是主管机关他们自己去查，有些是工会接到检举去查的，因为有工会的存在，公司才会恢复比较正常，像加班费这些东西。还有公司是头路，资方指出是发生作业疏失，也为了暗藏疏失编制不实文件，叫同仁假造客户签名，破坏劳资信任。不过陈正国澄清，迄件维修案件是依照惯例来处理，结果却是伫主管机关互严格检核，引发后续事件。工会指出，会向是头路推测甲工会继续来争取会员的权益有关系。譬如2018年的499之乱，工会陪同全台劳检，要去年的变相减薪水事件，拢是可能因素。前面13年没有参与工会的事务，从来没有被评为表现不胜任。同样的工作，现在最后2年却马上被公司用不胜任、用诚信的问题去予以解雇，这是我们非常看不下去的。依照他的专业去判断。这一方面的这个事实和理由，是不是有违反工会法的事情或其他法律的事情，不会有受任何影响。做出决定之后，会在20天之内送达到双方当事人手中。对着这案件，劳动部召开不当劳动行为裁决的最后审问庭书，最新决定了后，会在20天内底各地双方，若是最终认定雇主头家这方面违反工会法，会要求回复理事长的原则，并且采取头家这方面。而新老国际是表示，专案遵照劳动部的裁决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上头来看，真侪人真爱去的阿朗伊古道。这个古道其实是下屏东县甲台东县，不过这个古道即马是由屏东县政府管理，逐工限制300人进入。不过呢，出口煞是伫咧台东这边。即马台东县政府就争取讲入口就爱设对台东，互民众入去。所以对今年10月份开始，逐工开放50人，民众会使对台东行入去古道。阿龙一公道伫10月初1开始，地东伫台东县达人乡南田村入去啊。县政府邀请团体来试行，下过台东、屏东2县交界塔瓦溪，行过一段700公尺的海沙坡，就开始进入古道上困难、上惊的观音山。虽然县道敢若180公尺，啊，毋过沿路爬行是真考验体力。啊，毋过会当徛伫咧国境上南边的所在来看美丽的东海花。它带氧气筒而已，很漂亮。海岸线很漂亮。阿龙一公道总长有8.4公里，是早期先民往来台湾南部甲东部要道，嘛捌是二战时期的军事重要道路，即马变做观光古道。屏东县伫2012年开始管制逐工限价300人对向海入去，啊，若是台东县一直到今年才得到屏东县政府的同意，会当到南丁村来入去，嘛会当促进观光发展。他为了要防止美军从后面追击他，所以他在这里埋设了很多的炸弹。然后把这里直接整个就炸毁，然后就整个就没入海里。其实是一个开始，因为我们会搭配着我们南田整个达人乡的一个部落游程以及部落厨房。县政府表示，10月初1开始对南田村进入阿龙一公道，逐工限制50人，啊，毋过爱伫咧8天至30天进前提出申请，嘛爱准备个人的证件，而且伫咧检查站完成登记了，才会当入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关心天气。今日方面到地北部、东部外岛会落地阵雨，其他地区拢是侪云。过到过这雨会一阵一阵落，天气袂遐尔烧热。咱做伙来关心下半部的气象资料。北部26度到33度。
中部25度到34度，南部25度到33度，伫咧东部25度到33度。来看金门旗湖马祖26度到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日本人气漫画改编做动画影片的《奇奇冒险日记》要大家哦！个性好奇又搁真爱世界佚佗的猫咪奇奇，甲伊上喜欢的山顶一家伙仔，因做伙生活。奇奇的生活冒险内底有啥物好耍的代志？10月10号开始，每礼拜六公司台语台，咱做伙来看《奇奇冒险日记》。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真久无见面啊！我是丸啊。咱今仔日要绍介是会互人这上、遐上的白琴。白琴是日语的外来语，写做母矮白可应琴。白是表示外来语的第9调，琴第2调。白琴通常伫较温暖、较湿的所在较多，尤其是伫天气较烧热的时阵。只要是定定湿湿、搁烧热的环境，都是真适合白琴生长的所在啊！乌生，今日甲我白唱啦，我着香港卡啦。这上诶。若是日日到晚，拢甲尾仔穿条条，翕伫袂通风的鞋仔内底，就真够得到香港脚。台湾的天气真烧热，真侪人拢会得到这款病。这无啥啦，只要照先生的吩咐落去食药啊、抹药啊，就无代志啊。啊，若白琴去为着指甲，指甲会变高，湿地会变甲落落，佫会有歹味。一般咱就甲叫做臭甲。若阵白琴去为着头壳、身躯的皮肤，就会引起头癣还是皮癣。咬老寒的人皮肤会有一笪一笪白白，这叫做白癣。互白琴感染到的所在，定会痒，有时佫有小可疼疼，所以患者会一直去咬。不过一直咬是无法度止痒的。甚至佫会扭皮，皮肤会裂开，有时佫会发细粒的水珠啊。白琴产生的病症，虽讲大部分拢毋是严重的大病，不过得到嘛是真艰苦，真无爽快。若去为着，就紧去互医生看哦。六白琴。香港脚、臭甲、白癣、掉皮、皮肤病、水珠。热天若是流真侪汗吼，
要赶紧洗好清气，切好大会当避免歹菌的感染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